出不去就闭上你的嘴！周胜，他妈活腻歪了吧你？别动，别动！漂亮！高赛突然减速阻断你的超人骑力。你好，有证件吗？超过了后门。哎，这儿呢。你好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工作人员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有病啊！发什么疯啊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你吓死我们了！好了，没事了。你看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，你受伤了？上哪儿了？没事，小擦伤。我赢了。他们来了，我们赢了，真不错，恭喜恭喜啊！太漂亮了！现在公布本次大赛的最终比赛结果：第1名，宝赛车厂；第2名，浩文车厂；第3名，光明车厂。请各车厂派代表到领奖台领奖。第一呀！第1名。恭喜啊！恭喜！谢谢。都把眼睛瞪大了啊，准备抓拍。恭喜啊！谢谢。恭喜！薛大少，看来你果然是跟着我混才能有钱赚。来，拿着吧，这是你今天卖力表演的小费。谢了，只要是我应得的，跟谁混都无所谓。薛大少，你现在向穷人看齐的速度够快的呀，已经到了有钱就是爹的地步了，是吗？
说不起就闭上你的嘴。周胜，他妈活腻歪了吧你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手！赵文，适可而止吧，再闹下去噱头成闹剧了。怎么着你们？过来，过来！这么多人在呢，保持形象，要不这场大赛就白办了。走，走，哎，走啊！这是样可争气啊！今天骑的真不错。还疼吗？哎，徐阳，楚木，那个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好，辛苦了，客气。谢谢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上医院看一下吧，省得老爸跟文姨看见了会担心的，好吧？走吧。这是我赢的，替补家用。谁让你去的？嗯？谁同意你去了？你跟我和你爸商量了吗？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啊你？妈，你干嘛呀？薛阳也是为了证明自己。证明个屁！你现在是一个人吗？现在是一大家子人，你出事怎么办呢？你让我跟你爸还活不活了？你没丢过亲人呢，你没失去过亲人呢，你。你们有一个给我算一个，都听好了，这一辈子，你们敢为挣钱去玩命，就不是我的孩子，别进我的家门。还不赶紧劝劝去！爸，您别生气了。来，吃一下吧。那你说，这薛阳来参加比赛，肯定是瞒着家里人来的。可是家里那些人是怎么知道比赛的场地，又怎么能进得来的呢？他们不可能有邀请卡的呀。是我放他们进来的。他们怎么知道薛阳参赛的？我不知道。楚木给我打电话问我比赛场地在哪儿，我就告诉他了，然后又把他们放进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刚才薛之力说那些话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再闹下去，噱头就变闹剧了。原来这个最大的闹剧，就是你一手策划，一手促成。